很多60岁以上的人每天都在做一件自以为很养生的事，但在医院里，我却一次又一次看到它变成肝硬化甚至肝癌的导火线。同样是花生，为什么有些人叫它长寿果、补营养，活到99岁，但也有人说它是伤肝、致癌、健康杀手？这个差别到底在哪里？如果你现在已经超过60岁，还在随便抓一把花生配酒、配电视，那这支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否则你很可能会错过一个保护血管和肝脏的关键习惯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才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，也让我知道你是从哪里收看的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欢迎留言提出任何问题。我是陈柏仁医师，在内科领域工作了30多年，看过太多台湾中老年人因为心血管问题和肝脏疾病住院。今天我想用一位老医师的角度，好好跟你聊一聊60岁以后，花生到底能不能吃？要怎么吃才能不伤肝、不升糖、不发胖，还能让血管年轻？在这支影片的最后，我会总结出花生黄金吃法3原则，让你一听就懂，一做就会。我们现在就开始。很多人以为花生是坚果跟杏仁、核桃是一家人，但在植物学上，它其实是标准的豆类跟黄豆、黑豆才是兄弟。你去超市看，花生常常跟腰果、夏威夷果摆在一起，包装上还写着综合坚果，所以大家自然就以为它是坚果。但事实上，花生是长在地底下的，它的豆荚结构跟其他坚果完全不一样。这个分类上的误解，也让很多人对花生的营养有了错误的期待。那花生到底有什么营养？为什么医师会说它对血管有帮助？首先是油脂，花生里大部分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和多元不饱和脂肪酸，这些都属于好油。如果你的血管像家里的水管，坏胆固醇就是水垢，那花生里的好油就像是帮你润滑水管、减少生锈的润滑剂。再来是蛋白质，每100公克的花生，蛋白质含量大约有25公克，比很多瘦肉还高。对于牙口不好、不太爱吃肉的老人家来说，花生其实是很好的蛋白质补充来源。还有膳食纤维，纤维能帮助肠道蠕动，也能延长饱足感，让你不会饿得那么快。很多人怕吃花生会胖，其实关键在于量和时间。1/4杯的花生大约有200大卡，听起来不少，但因为饱，足感很强。你吃了之后，下一餐自然会少吃一点，反而是那些饼前、蛋糕、珍珠、奶茶、糖分高，很快就饿才是真。正让你不知不觉变胖的凶手，只要吃对量、吃对方式，花生不是发胖的凶手，反而可以是帮你减少乱吃的帮手。接下来，我想跟你分享3个60岁以上的人最需要知道的花生好处。第一个，帮助睡眠。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，晚上2、3点就醒来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怎么样都睡不着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花生里面含有一种叫做色氨酸的氨基酸，它是合成血清素和褪黑激素的重要原料。血清素让你心情稳定，褪黑激素帮助你进入深层睡眠。我的建议是，晚上睡前1小时吃个5到6颗原味带皮的花生，不要吃太多，也不要加盐加糖，这样可以温和地支持你的睡眠节奏。但要特别注意，睡前吃花生不要配茶或咖啡，因为咖啡因会抵消掉色氨酸的作用，最好是单独吃或者配1小杯温开水就好。而且如果你本身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，就不建议睡前吃，
因为花生的油脂可能会让症状更严重，改成下午3、4点吃会比较合适。另外，花生里还有镁这个矿物质，镁能帮助肌肉放松，稳定神经系统。很多失眠的人其实是身体缺镁，导致肌肉紧绷、心跳不规律，容易焦虑。适量补充含镁的食物，包括花生，对于改善睡眠品质确实有帮助。第二个，保护心血管，延缓老化。很多老人家最怕的就是中风、心肌梗塞，因为这些病不会先警告你，往往发生的时候已经来不及，血管就像老旧的水管一样，哪天堵住，也不知道花生，特别是那层红色的花生衣，里面有一种叫做白藜芦醇的成分。你可能听过有人说，喝红酒对心脏好，就是因为红酒里也有这个东西。但喝酒伤肝，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，肝脏代谢能力本来就比较差。白藜芦醇的作用就像是帮血管上一层防锈剂，它能抗氧化，减少慢性发炎，保护血管内皮。所以如果你想要血管年轻一点，喝红酒伤肝，吃带皮花生就好。除了白藜芦醇，花生还含有维生素 E， 维生素 E 是很强的抗氧化剂，可以保护细胞膜不被自由基破坏。自由基就像身体里的铁锈会，让细胞老化、血管硬化。每天吃1小把花生，就能摄取到足够的维生素 E， 帮助你对抗老化。而且花生里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特别是油酸，已经被很多研究证实，可以降低坏的胆固醇、低密度脂蛋白，同时提高好的胆固醇、高密度脂蛋白。这对预防动脉硬化、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非常重要。你可以这样想，血管内壁就像一条公路，坏胆固醇是垃圾车，会把垃圾倒在路上，让路越来越窄。好胆固醇则是清洁车，会把垃圾清走。花生帮你增加清洁车，减少垃圾车，让你的血管公路保持畅通。第三个，支持男性活力。很多男生过了50岁，觉得体力、精神，甚至男人的自信都在慢变少。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，而是身体自然老化的过程。花生里面有一种成分叫做左旋精氨酸，它在体内会转化成一氧化氮，帮助血管扩张，改善末梢循环。血液循环好了，不只是手脚比较不会冰冷，对男性机能也有一定的支持。但我要强调，它不是什么神奇壮阳药，而是帮你把血管照顾好，让身体慢慢有力气回来。一氧化氮在身体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，它能让血管平滑肌放松，血管一放松，血液就能流得更顺畅。这不只对男性机能有帮助，对整体的血压控制、运动表现，甚至大脑供血都有好处。很多人上了年纪，觉得爬楼梯会喘、走路没力气、记忆力变差，其实都跟血液循环不好有关。当你的血管能够正常扩张、收缩，氧气和营养才能顺利送到全身各个器官。除了左旋精氨酸，花生也含有锌。锌是制造异固酮的重要元素，对男性的生殖健康、免疫力、伤口愈合都很重要。但要注意，锌的吸收会受到植酸影响，所以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2餐之间吃，不要跟正餐混在一起。对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来说，花生不是只有零食的角色，它是可以帮你睡得好一点、走得稳一点、精神好一点的小帮手。现在我们来谈一个很多人担心的问题：如果有糖尿病或者很怕胖，花生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？我在门诊常常遇到糖尿病患者，医师叮咛他们要少油少热量，结果他们看到花生就觉得那肯定不能碰。有些人拿起一包花生看一看，叹口气又放回去了。
但其实如果你懂得怎么吃，花生对血糖的影响可能比你想象中要温和得多。花生的升糖指数大约只有14，属于非常低的一种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花生里的碳水化合物被油脂和膳食纤维包裹住，释放得很慢，不会让你的血糖一下子冲上去。我们来比较一下，如果你下午肚子饿，吃了几片饼前，再喝一杯含糖饮料，血糖会瞬间飙高，然后又很快掉下来，让你更饿，更想吃东西。但如果你吃一小把原味花生，血糖上升得很缓慢，而且因胃饱足感强，你可以撑比较久。那什么时候吃最好？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，绝对不要在刚吃完一大碗白饭、一碗牛肉面之后，又马上抓一把花生来吃，因为那个时候你的血糖已经在上升了，再加上花生的热量就变成负担。最理想的时间是在2餐之间当点心，比方说下午3、4点，距离午餐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，离晚餐还有一段时间。这时候如果你饿了，与其吃蛋糕、饼前、喝含糖饮料，不如吃一小把带皮的原味花生。这样做有2个好处：第一，你不会因为太饿而在晚餐时吃太多；第二，血糖保持稳定，不会忽高忽低。对糖尿病和怕胖的朋友来说，花生不是完全禁止，而是需要聪明安排时间。记住，不是跟正餐一起吃，而是2餐之间，当作健康的点心。现在我要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这是我自己年前在门诊遇到的一位患者，他的经历可能会让你重新思考花生到底要怎么保存才安全。这位患者叫张国强，67岁，住在新北市板桥区。张伯伯几乎每天晚上都习惯打一罐啤酒，再抓一大盘花生，边看电视边吃。这个习惯他维持了10几年。他每次做健康检查，肝指数都有点偏高，但他想说，反正也没什么不舒服，就没有太在意。直到有一年，公司安排的健检报告出来，医师发现他已经有肝硬化初期的迹象。医师很仔细地问他的饮食习惯，才发现张伯伯常常去传统市常买那种散装的花生，一次买一大包，放在家里的柜子里室温保存，有时候一包要吃好几个礼拜。问题就出在这里，台湾的气候又热又湿，特别适合一种叫做黄曲霉菌的霉菌生长。这种霉菌会产生黄曲毒素，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1级致癌物，对肝脏的毒性极高。你可能会想，我买的花生看起来很干净啊，没有发霉，但问题是黄曲毒素不一定肉眼看得出来，可能只有1、2颗花生上面有霉菌，但整包都已经被污染了。而且一般的煮、炒、烤的温度没办法完全破坏黄曲毒素，所以怎么避免黄曲毒素？我给你3个保护肝脏的原则。第一，尽量不要买散装花生，特别是那种露天摆放很久的，因为你不知道它经过多少次的温度变化，湿气进入。第二，花生买回家以后，开封了就要密封好，放进冰箱冷藏或冷冻，低温可以抑制霉菌生长。第三，如果你闻到花生有怪味，吃起来有苦味、酸味，或是一种油耗的哈喇味，整包都不要了，不要舍不得。那几十块钱，肝脏没有神经，不会痛。很多时候等到有感觉，往往已经太晚。张伯伯后来改变了习惯，只买小包装的、带皮的、原味的花生，开封后马上冷藏，而且不再每天配酒吃一大盘。几个月后再追踪，他的肝指数慢慢稳定下来了。网络上关于花生的谣言很多，我今天依次帮你解答。你可能看过这些标题：花生里的凝集素会伤肠道，让肠漏；
植酸会把你吃进去的钙、铁、锌全部抢走。吃花生等于在养癌细胞。看到这些，你一定很困惑，到底该相信谁？我们先来谈凝集素。凝集素是植物的一种防御机制，确实在实验室的试管实验里，高浓度的凝集素可能对肠道细胞有影响，但是那个剂量跟你平常吃花生的量完全不是同一个等级，而且凝集素在加热后会大量被破坏。如果你吃的是烘烤过的花生，或是前炒过的花生，凝集素根本不是问题。真正需要注意的只有那种大量长期吃生花生的人，但这种情况非常少见。再来是植酸，植酸确实是一种抗营养素，它会跟锌、铁、钙、镁这些矿物质结合，降低吸收率。但这里有一个关键时间点，如果你正在吃一顿很营养的饭，有肉、有菜、有补铁补锌的食物，这时候你又吃一大把花生，那植酸确实可能会稍微影响矿物质的吸收。但是如果你把花生当作2餐之间的点心，这时候你的胃里没有正餐，也没有太多矿物质可以被抢，那植酸的影响就微乎其微。所以你看，与其说花生本身可怕，不如说是吃法跟吃的时间决定了它是帮手还是绊脚石。现在我要告诉你，哪些花生绝对不要碰，哪些花生才是真正的黄金吃法。红灯区，这些花生会害死你。油炸花生米、怪味花生、五香花生、麻辣花生、重盐重糖的零食包，为什么不能吃？因为这些花生经过高温油炸油，可能已经用过很多次，产生反式脂肪和氧化脂肪，而且为了口味，厂商会加很多盐、很多糖，甚至加辣椒粉、香精。你以为在吃坚果养生，其实是在喝油、吃糖，让血管越来越堵，血压越来越高。绿灯区，花生黄金吃法。我给你一个简单的公式，记住就好。形式带皮、原味，不加盐糖，低温烘烤或前炒，烘烤温度大约在120到150度，这样可以保留营养，又不会产生太多有害物质。分量每天20到30公克，大约是半个手掌的量，不要贪心，不是越多越好。时间2餐之间，比方说早上10点，或是下午3、4点，肚子有点饿的时候。还有一个重点，一定要保留那层红色的花生衣。很多人觉得花生衣有点涩，涩得不好吃，就把它剥掉。但其实白藜芦醇和很多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都集中在那层皮上面。而且不要在吃完一大碗饭、一碗面之后，又马上吃花生，那样会让热量和血糖都超标。只要记得带皮原味2餐之间，每天1小把花生就会从桌上的零嘴变成你血管的好朋友。最后，我要提醒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花生。如果你有花生过敏，千万不要碰。花生过敏的症状包括喉咙痒、舌头肿、全身起疹子、呼吸急促，严重的话甚至会引发过敏性休克。花生过敏是所有食物过敏里面致死率最高的其中一种。对这一群人来说，花生再多好处都比不上远离2个字重要。如果你没有过敏问题，那我把今天讲的所有重点浓缩成3句口诀，让你一辈子都记得。第一句，花生是豆，不是坚果，吃的是好油和饱足感，不是拿来当饭加倍吃。第二句，看到发霉有怪味，一整包都不要，肝比那几10块钱重要。第三句，带皮原味2餐之间，每天1小把就够了。如果你脑中已经浮现某一位爱喝酒配花生的长辈，请把这支影片传给他，这可能会改变他接下来10年的健康。养生不是一堆罕见的秘方，而是把这些正确的小习惯
慢慢变成每天的日常。我是陈柏仁医师，谢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。